最後都想問啦，因為你都有用我哋公司正能量科技嘅淨水啦，你覺得點解美容院又要用淨水呢？因為我覺得水好緊要喎，水係人體必須嘅元素啊嘛，包括我哋全間公司所有飲用嘅水啦、客人洗面嘅水啦，同埋佢哋會喺度沖涼啦。我哋每一位客人同埋我哋所有嘅美容師咧，沖啲 collagen 啊嗰啲俾佢哋，全部都係用緊一啲乾淨嘅水，我覺得好有信心，好有保證咯。因為我聽到你哋講係你365日都能夠每一日嗰個質量都保證得咁好啊嘛，我覺得呢句説話我好有信心咯。我哋都係以服務式為主，同你嘅理念好相似。嗨下邊先，我哋都係透過解決方案去幫客人。其實每一個工作崗位都係利他咯，即係點樣可以幫到人，跟住再去賺取到一個合理嘅價錢。但係重點要自己嘅服務係保持優良，因為市面上而家坊間都有講好多AI 而家咁發達，可能有機會有朝一日 AI 係可以取代到傳統嘅美容師某啲功能。即係以韓太你即係去咗做 facial 咁多年啦，有咁多經驗，又包括自己而家營運緊美容院，你覺得有冇咁嘅可能性？真係 AI 喺不久嘅將來係可以取代到美容院一啲傳統美容師嘅技能？咁我都相信未來20年 AI 咧都係嗰個風口啊，某一啲崗位咧係可以做得到嘅，即係譬如我哋鋪頭咧就其實已經率先引入咗一部 AI 嘅機械人，係得我哋有嘅啫。如果想知道咧，過嚟體驗下 H Beauty。聽咗咁多 H Beauty 嘅創辦嘅理念啦、服務啦、佢嘅經營啦、小故事啦，會唔會最後會有一個專訪嘅小彩蛋，for 我哋支持 H Beauty 嘅客或者支持 Pure Energy 嘅客，會有一啲特別嚟到嘅特別優惠或者神秘禮物？你係好提議啊，非常之好，可以啊。詳情咧喺下面 inbox， 我哋話俾你聽。到時如果有一啲客真係因為睇咗呢條片好中意 H Beauty， 好想嚟體驗嘅話咧，我哋會有一個少少嘅禮物送俾大家。關注正能量，淨水好拍檔。